讲到做比红仔甲古纸，就伫咧宗教仪式一当看到，一寡传统技艺即摆也变做是动画影片的主角。台北乐器馆上盖新的展览天格舞动画，小介两位艺术安怎把这个传统技法运用伫动画作品顶头？这展览是到明年5月。将做自比红仔的传统技法运用伫动画作品顶悬，艺术家黄文贤出身伫自比红仔世家，同款用传统古纸技法做天格舞动画，佮有厝内做古纸的张翅展。因就咧思考讲，因为可能做的过程当中，伊会甲伊原本所学的物件，甲伊细汉所经验的物件，会去牵连着，所以因就用因的学到的这个技法。运用伫因的动画的人偶顶悬。台北乐器馆表示，大家对自比红仔也是古纸、像金铜、玉露等等，拢停留伫传统的印象。不过，这两个艺术家带入创新，亲像黄文贤，就用自比红仔做有关社会议题的影片，丢翅展嘛将古纸变做当代艺术，画面通看到电脑动画所无的手感。透过这个画面，看这个质感、质地、纸的这个皱褶感，还是这个。黄云玄的作品内底，这人偶迄个触感圆润的啦，或者你感觉好像手一摸，很用力一挤呀，会规个耐了。所以可以透过画面去看到迄个质地伫的。台北乐器馆表示，大家看到一出底片，实际上因着要翕几若档，真无容易。这天格舞动画展，嘛展出作者的手稿、自比红仔、古纸、电竞等等50件作品，互外界通看到传统文化技艺安怎求新求变。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。